后来，来是国防部今仔日继续来公布着解放军扰乱台湾上新的动态，拢总有24架的军机冲入咱的空隙，咱这边是密切掌握。国防部昨暝嘛来公布着国军同步监控解放军的晚会、火箭军甲福建大鼎湾附近地面部队的动态，而且来展出着国军运8反舰机的相片，那就是咧甲阿强提醒，讲咱已经知影对话地面部队散动的状况，呼吁对话唔通继续轻举妄动。自昨天6点开始，24点钟内，国军侦测到32架次国式强军的军机出海，其中24架次飞过海峡的中线，或者是拢入来台湾周边的空隙。国防部伫早暗唔发布监视运8反舰机的相片，嘛表示监部监控中共稳定的火箭甲火箭军，更加头一遍公布福建大鼎湾附近地面部队的动态，向中共展现监测的能力。我们最近这敌情真的是蛮异常的。那国防部平常除了监控以外，我们世界发布，国防部只有遵从一个原则，我们实行实报。我们研判初步到9月份，他们是做一个联合军演。我们都在掌握当中。大鼎湾伫咧福建甲广东交界的所在，东边和东山岛相对看，是解放军2车登陆的训练场所，紧接伫遐做军事操演。只是传出国军无配稳定对地侦测的雷达，防击机是透过友好国家情报合作的管道，取得相关卫星监测的即时情报。怎么会没有深入雷达？情报的获得有很多方法，除了我们自己能力以外，各位我们是有交流交流，但我们不依赖，不要有任何好像叫疑惑讲我们能力怎么样，或者这个来源如何。除了监控中共出海军机，嘛烦恼中国会用无人机偷看营区的内部。行政院昨通过军事营区安全维护条例草案，确实无人机飞过军事营区，那危害到国防军事设施或者是机密的资讯。必要的时会当使用武器，民众若是无经过许可，伫营区内透过无人机等等器材进行测量、录影行为，会当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针对营区附近，政府加强管理，就是无要互中国有任何试探军情的机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